者都互咱上新的画面咯。台北市长郭文泰前一天批评民进党讲因讲白贼已经是变做习惯了。接受平民媒体访问时阵，又搁讲，若是郭台铭会赢，伊就要甲伊支持；毋过郭台铭袂赢。郭文泰下早嘛针对着相关的代志甲议题接受采访。思考的参考点不一样。其实要思考的是，到底台湾下一步怎么办呢？就是说，如果蔡英文继续干下去，那当然他已经做3年多了嘛，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其实我昨天在专访里面讲，大概 GDP 22000、23000，人民也不会有出现饿死的现象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有一些后面可能的变化，这种大概也盘算过了。所以这样的但是不过是这样的，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说对未来的世界，我们也是估计嘛，就能够收集到资料做估计。那韩国也是完全不可测嘛，这个实在是，就是我们蔡英文还可以想象大概是怎么样子，韩国有实在是想不出来。会说韩国不耐打？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说不耐打了，这个就是说，其实台湾这种抹黑的文化，你知道除非说我们这种以前都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都有时候还找到几颗灰尘，那种在政坛打滚这么久了，我看随便跳一跳，所以从农舍啦，说再一路跳上来，只是说，不过是这样的，在台湾你知道，慢慢的选民对这些好像也不是那么在意了。你也认同他的支持者，其中很大的部分是 loser。不是 loser 啊，其实韩国瑜现象不是韩国瑜的问题，常常是要倒过来看他的 background 的，就是那背景了。所以这样你丢一个火柴下去，那如果没有汽油在那也烧不起来。所以就好像我们在看香港真的反送中事件是因为一条法令的关系，那造成超过100万人上街头，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所以它不是那一条法令的问题，而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的问题。所以同样的道理，其实慢慢的解读韩流现象，不是韩国一个人的问题嘛，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为什么会形成？所以一根火柴，你点一根火柴丢过去，如果没有汽油在那里，那根火柴就熄了，就没有了。是不是有点像你以前讲的，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就不会有丐帮这样子？这个又不是我叫他讲几次了，这个就武状元苏乞儿嘛，周星驰演的那一部电影嘛。其实那个最后一幕那个很重要，那个是当给所有的执政者的一个警惕嘛。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国泰民安，鬼才要当乞丐嘛。那你觉得台湾看得出赢的希望的话，你真的会支持他吗？这还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就是每个人，所以是这样嘛 ，credit 嘛，过去史，还有他现在的想法，还要估算说他的改进的能力嘛，其实这样的，我们也只能做 best guess 最佳猜测嘛。是啊，你怎么看现在最新的苹果民调？你有被边缘化的危机？差不多啊，那有没有？我跟你讲现在要造势要那个，我们也没有花钱，没有什么，所以差不多的。所以你觉得台湾应该变这个只站一边就是美中对抗的时候，某个人的私利。卓荣泰昨天回忆说，他们是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我们没有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嘛？我想到这个亲美友中，我们还是站在美国阵营这一边的，这没有问题啊。只是谁叫你去为了一个操纵一个民意，然后再去做没有必要的对抗，就这样。我们有不顾台湾主权吗？我们是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吗？都有啊，这是所以我跟你讲，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智商也都超过70了所以也不用。